和氢、氮这些化学元素所构成。但佛教的目的本来就不是用来讨论现代物质的本质而是提供一个观察身体的方法，并提醒我们身体只是各种条件暂时聚合而成的。在第二个是受蕴受就是感受，包括身体与心理所产生的各种感受，例如说身体会有冷、热、酸痛、麻，或是心理的快乐、悲伤等等的。佛教通常也把感受分成3类：苦受、乐受以及不苦不乐受。而第三个是想蕴，想可以理解成认知、辨认、概念、记忆与联想。例如我们看到白色的云，我们就知道那个是云；看到蓝色的天空，我们就知道那个是天空；看到一个人，我们会